为着母语的传承，成功大学头一摆伫校园来举办成功台语歌厅秀的活动哦。有17个队伍进入决赛，要来拼输赢。有真侪真精彩佮趣味的表演，所以互大家的民众是学了解会得志哦。那么做伙来欣赏。 学生拿手七支啊，拿比手势，甲大家绍介台湾的传统艺术。有人成欢喜咧传达重视过路人的交通概念。这是成功大学为着传拓母语，头一届办台语歌厅秀活动，请侪侪无共科系学生来参加。那因母语呈现趣味深切的表演，佮参民众做互动，互人听甲耳啊啪啪啪。学生囡仔用因台语来表演，拢是真精彩，当吸引较侪人来了解台语。我咧投票时阵呢，就想讲哇，每一组拢遐尼用心，唔知要投互倒一组安尼。歌戏、布袋戏拢是台湾上重要的文化，毋过吼已经渐渐要消失啦。我希望会使透过这个机会，互更较侪少年的人啊，会使去参与这个活动吼，而且嘛当愿意来开喙讲台语啊。拢总17个队伍进入决赛拼关键，主办单位毋望台语通恢复正常的好光景。其中评审老师谢明友讲，其实早前拢是台语歌的市场，因为当时政权压制，致使台语歌干那伫民间流传尔。这阵母语当复兴，伊认为语言是有生命力，因鼓励学生毋若唱歌，卖当投入创作，用音乐传承台语的水。台语歌、客语歌、原住民的歌，必逼啦吼，爱入去足细的分众市场。要是一歌创作者写出一歌，互人感觉哦，这种歌真好听呢。 伊这市场慢慢咧大，只要有创作者继续写，这市场就袂死。当互新代学生啊开喙来讲台语，而且会当用台语来表达因的创意。主办单位表示，活动是一个起头，未来因按算逐档继续办落去，互更加侪少年家愿意学讲台语，一步一步甲母语扣倒转来。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。